四神就是我们的那个生活习惯，那一些习惯就是四神。我们呢不生不灭呢是元神，那四神是我们在生活之中用，那我们都认四神大脑成元神，所以从无始以来我们的生死本就是这个四神。那我们吃人都把它换成了本来生，这是我们的根源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了解到，这个是错误的认识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，要了解说，我们学习了，能够觉悟，能够回到不生不灭的生活，你去这个保持它，那所有的罪业都消灭。因为记录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有罪业然而不得，佛体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。大陆人事设计这个动画还真美，所以画质真好。这么有心，真是成功，这么顺利，这么高级。就是要去掉把那一些不符合真理的那一些习性都去掉。2019年，终于过108年。这是个阅历这动画还有附加影片可以点选。哎呀，设计手机 APP 就可以这样了嘛。有动画，有影片，有那个播放清单啊。你要学经典啊，你要修身养性的，要八关斋戒的，你要戒淫的。神明圣诞日起，初一、15太热、太冷、太疲劳、太饿。好多种状况。坟墓旁边、棺木旁边神圣地方。夫妻生日好多种。斋戒日好多种。还有没有关窗也不可以。在露天的野外也不可以。非时非地非人非位置非道，人鬼不同类不行。这些也等到日期标示出来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做出来。手机程式 APP 影响那么多人。还有两性的教育、艺术的教育、经典的教育。经典、两性、艺术。办道、度众的资源、连结。男女读经研究《金刚经》，研究《六祖坛经》，研究《心经》道歌好多影片播放清单。透过手机程式 APP 制作，先把那动画做出来，然后再制作那个手机 APP 程式。那过程用到连接，连接到那个影片。动画的会放在那个云端硬件、云端资料夹，取得共用连接。制作手机 APP 可以搜寻网络找 Easy 表示很简单的意思。Easy APP 还有不必注册就可以线上马上制作手机程式 APP 了。做好了从电子邮件传回来，再去下载安装。
不同手机之间可以用蓝牙传送档案安装啊，好厉害啊！蓝牙传送过程要有配对。那个时候还要不要？要不要再头脑来指挥？要不要？我们开了几年的车以后啊，甚至于你那个不知道就是无我。哦，天气冷了，不要坐在这个冷地板上面，太渴了。天气冷了要穿内衣，比较不会渴。天气冷了在户外要加外套才比较不会渴。气候变化太大了，冬天有时候超级寒冷的，夏天有时候超级台风啊，天气的变化啊，所以要赶快求孔孟圣道三宝经，拯救我们的灵性回复家乡啊！必须要的。你唔通把他们自己家饲伊就做大汉就不样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让他学，学到后来你就甲伊教，讲你即摆人安尼记啦，迄饭粒拢放喺外口，你若娶某，你个某你真歹迄囡仔为着要娶某面较水的迄饭粒拢搁捡起来食。循序善诱，然后慢慢的现在会晓吃换用滴，我们这个中国人用筷子，叫他学筷子，开始一样，也是一半在里面，一半在外面，他没关系，慢慢教导，不要厉害，母亲都很厉害，小孩子又生得少，他们做得好好啦，甲穿衫，甲穿鞋，甲吃饭。那一大汉拢袂晓，生活变白痴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是害他，不是爱他。爱他的话就是要教导，爱甲伊教，安尼甲伊教，迄就是有为。即摆教了200行会晓的，就无为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有为跟无为要认识，要知影。咱自然而然这样做学的，迄个无为啊，迄种规模就出来啊。你袂晓都要学迄个有为啊，这样懂了吗？所以我们就已经不会再文字了。